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有人說，一個人的真正成熟是學會了與世界和諧相處，但也有一種更深層的覺醒，它的開端可能恰恰相反，那是對所有關係感到一種深刻的絕望。請別誤會，這不是憤世嫉俗，也不是要你封閉內心。這種絕望更像是一種輕信，當你看清了人心確實有兩包的時刻，當你經歷過信任被現實擊碎的疼痛，當你嘗遍了在最無助的時候發現身後空無一人的孤獨，那一刻你才會真正聽懂一句話：人生的本質終究是一個人活着，不在其位，不知其受；不在其身，不知其痛。這句話說盡了人際關係中那道無法跨越的鴻溝。無論是親情、友情還是愛情，無論對方多麼愛你、理解你，他終究不是你。他無法100%感受你當下的壓力、骨髓裡的顫抖，或是夜半無人時的眼淚。所謂的感同身受，本質上是一種美好的體貼與想象，卻不可能是絕對的現實。所以，如果你把生命的重量過度寄託在任何一段關係、任何一個人身上，結局往往只有一個字：空。不是說關係不值得經營，而是說期待另一個人來完整你的人生，本身就是一場賭博。一旦對方抽身、離去或無能為力，你的世界便會頃刻崩塌。你以為找到了避雨的屋檐，但屋檐可能會漏水，也可能只是暫時的。那麼，真正的安全感從哪裡來？是從你意識到萬般皆苦，唯有自渡的那一刻開始。你不再尋找屋檐，而是學習自己撐傘。你不再渴望依傍一座山，而是努力成為自己的那座山。這座山或許不高，但足夠穩固；這座山或許孤獨，但風雨來時，它絕不退縮。這份覺醒會帶給你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。你不再因為別人的一句話而患得患失，也不再因為關係的變動而痛不欲生。你開始懂得，所有的相遇都是禮物，所有的分離也是常態。你依然可以溫柔地去愛，依然可以真誠地付出，但你心裡清楚，你的幸福最終只能由你自己負責。成為自己的那座山，不是冷酷，而是真正的慈悲，對自己，也對他人。從今往後，不強求，不依賴，不幻想，在自己的山頂上看雲起雲落，這才是人生最踏實的風景。